续来到新北市的上溪，昨尾晚5点外，伫个清水桥骹的三车坑溪发生着渡水死亡的意外。一个姓池的爸爸带一家伙仔6个人到遮来耍水，11岁后生予水流流去较深的所在，就伫要渡水咯。这个爸爸赶紧跳落水要救后生，但是家己煞因为体力载袂牢，全沉落溪底。上尾这个后生受去杀着这个救生裤。 保住一条命，但是这个爸爸和消防人员救起来的时阵，已经无呼吸心跳。其实这个地点是双溪真出名的耍水的秘境，交通里边景观真水，但是较深迄区，这个水位至少是到大人的腰身，只要一个失觉差，就可能有渡水的危机。 消防人员穿救生衣，绑一条绳啊，伫溪底找落水的查某人。目前找到了。过来消防人员做伙甲卷起来，不过已经无开验。一个查甫人倒伫涂骹，拢袂震动。消防人员甲时间的比赛，赶紧甲急救，不过游员救无活，送到病院抢救嘛是无效。 昨下晡5点外，姓池的查某人一家伙6个人去到新北上溪清水桥骹耍水。伊11岁后生雨水加去到深潭的所在，这个做老爸赶紧跳落水要去甲救，可能是因为受水受到无体力，身躯一直沉落去，最后渡水身亡。他爸爸就一样跟小孩也沉入水中，后来岸上的妈妈有赶快抛救生圈，后来。 儿子有抓到救生圈，飘到下游，有安全上岸。当时这个查某人规家伙啊，虽然讲伫较浅的所在咧活动，不过边啊都是潭，迄若无细字就会渡水。当时这个囡仔老母摕桥骹救生裤踏入溪底，才顺利将这个囡仔甲救起来。不过想袂到因翁救无到。因为这里2条溪嘛，2条溪交汇的时候，就一定有一个比较深的地方嘛。 上溪清水坑伫个清水桥骹是附近耍水的所在，离老街车头坐车差不多10分钟，交通正利便。坐公车去往回一天有4班车，落车了后，车牌对面道便所会使予游客换衫裤，环境正清气。入到耍水的所在，上特别的就是。 水坝平台水冲落来，有一个小水墙的美景。若阁继续行，来到深潭的所在，差不多100公分，会使淹过大人的腰。迄若无细致，就较易发生危险。天气这热，咱乡亲若要耍水，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所在，注意自身的状况，安尼才会当确保耍水安全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